近日，名偵探柯南遭內地多地動漫展封殺，禁止相關 cosplay 入場及周邊售賣。核心原因係佢係30週年聯動了曾涉辱華的《我的英雄學院》。為慶祝動畫播出30週年，柯南與江原傑2020年因反派名字志賀丸太關聯731部隊受害者侮辱性稱呼，被全網下架嘅《我的英雄學院》推出作者互繪、片尾預告等聯動活動，瞬間引發中國網友強烈不滿。這部陪伴一代人成長嘅人氣動漫被捲入辱華爭議。據此，柯南內地版權代理方上海新創華曾發聲，聲稱聯動僅是作品友好交流，無立場含義，但因未取消合作，並未平息輿論。目前，北京 iJoy 天津童話、青島 DC 蘭州等多地漫展已陸續發布禁令，以維護文化安全為由，禁止柯南相關 cos 同周邊，其中蘭州漫展還額外禁止和服、木屐等日式元素。據悉，後續將有更多漫展跟進，相關愛好者也被提醒，避免推出相關嘅作品同商品。